讲到台湾的歌戏，伫1950年代发展出欧佩拉，强调舞台灯光效果，演艺剧情是多变化。即马明华园总团也甲60年前伫南部正轰动的连本戏《无性爱》精彩站头捡出来改编，才做全新的大家出呈现。 趣味的剧情，这是明华园总团2023年的全新大家出《青霞》，改编60年前的欧佩拉戏《无性爱》。故事背景是明朝嘉庆帝为着对方亲生老爸行献王所引起争议的故事，用全新的舞台演出表达出家庭之间的感情线。古早的戏出，伊的精华伫倒位保留，但是爱用新的角度加加入这个精神。 所以，即届对大家来讲，介绍就是一本新的戏要开始。这出戏全场无使用电子的导演设备，专工找出古早全手工画的布景，为舞台、音乐、道具的设计，项项拢正精足。伫导演的要求，希望爱100%的言之言way。啊，你做的过程吼，咱无可能去拍铁啊，去磨一支刀嘛。 但是即摆做出来刀，哎有观众感觉讲哇，迄个来破了，你真正会受伤。为着符合现代人看戏的惯势，明华园将10天的欧佩拉连本戏《无性爱》改编做2点钟的《青霞》，目前国内已经稳定解封。团长陈胜福也期待未来，民众多多走入剧场，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。记者杨淑晴、林玉凯采访报道。